台北大潮店的迪化街商圈今年因为疫情关系，取消放假排单，店家也反映讲生意减不到2成，有头家把本地试食成本犹太互人客，介绍也算较俗丽。要店家是把利润较好的商品摆在较头前，希望的就是加赚外钱。 要我过年的潮化街看过去人算阁袂少，虽然甲较早人满四川的状况袂当比，不过颠倒有民众感觉安尼设计较轻松。人潮比较少，但是这样子。走起路来比较方便，因为过去拥挤的话都试吃啊，那现在这样子也蛮好的。受到肺炎疫情的影响，市府规定袂使伫车路边啊摆搭，互民众试食。真侪因过山卖的四手啊，嘛改用一包一包装。有卖海产大料的店头就讲，今年的生意甲因过比，大约减2成。为着要让商品较有销，有的店头就调整排列的方式。 将人客较会买的物件放入我门口的第一排，嘛有头家降价，希望吸引更较侪人来交关。大部分会买的东西，我就尽量就展示在门市上，让客人看这样子，然后就是解说说这个东西怎样。毕竟老人家有上年纪，他们买过，他们都知道。就是会卖比较便宜一点把那个试吃的价钱优惠给客人这样1、20块这样子有的店头嘛配合网络行销，要赚钱，大家拢有撇步。潮化商圈嘛表示，即马要挖29暝，买起有比前1阵仔更较好。嘛希望最后这几天会使冲买起，民众买了欢喜，伊嘛好过年。记者陈雅文、林旭凯台北报道。